少做運動，成個人啲關節都好似梗晒咁，都係時候喐下做下運動啦。不過做運動嗰時個膝頭哥又會痛，醫生話係退化喎，點算好呢？不如試下水中運動啊！都好喎，李生啊，我知道咧，你係物理治療師，專係教人做水中運動嘅。但係我又唔識得游水，咁可唔可以做水中運動㗎？其實做水中運動唔一定要識得游水嘅，因為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咧，水深一般會喺心口嘅位置，而且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咧，頭會喺水面上面嘅喎。有啲動作咧，仲會利用到扶手啊、水泡咁樣去幫助。咁咧，我哋就可以用唔同嘅姿勢，針對身體唔同嘅部位咧，去增進健康啊、提升體能啊、增加關節嘅柔軟度同埋肌肉嘅力量咁嘅。李生啊，聽講水中運動對於改善身體健康係好有幫助㗎。咁佢同我哋平時喺陸地上面做開嘅運動又有咩分別呢？個分別咧就係水有浮力，可以咧減輕關節嘅負荷嘅。對一啲過重咧、腰骨痛啦、膝頭痛啦同埋腳眼痛嘅患者，可以減低運動對佢哋嘅關節嘅耗損，而且水嘅浮力亦都可以適當咁樣保護同埋支持關節，令到關節冇咁痛啦，同埋增加關節嘅靈活度。聽講水嘅阻力可以幫助鍛鍊肌肉㗎喎，係咪㗎？係啊，水嘅阻力咧可以幫助我哋增加肌肉嘅力量、肌肉嘅耐力同埋平衡力，效果就好似我哋喺陸上做嘅重力訓練一樣。甚至乎有啲運動喺陸上做會令到關節痛，喺水入邊做咧就會完全唔痛啦。我仲知道咧，水嘅壓力可以做到按摩消腫嘅功效添。唔止咁啊，水嘅壓力咧，亦都可以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同埋新陳代謝，令到做運動嘅人達至鬆弛。而且我哋喺水深去到心口嘅位置嗰度做運動咧，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嘅心肺功能添。李生啊，據我所知，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亦曾經進行過一個水中膝部運動嘅測試，有成20人參加，效果相當唔錯噃。係啊，學員經過咗20堂嘅水中運動之後咧，發覺佢哋嘅膝痛啦，同埋膝功能嘅情況都有明顯嘅改善。例如膝關節已經唔痛啦，止痛藥都唔使食。另外佢哋膝頭腫脹嘅情況啦，肌肉嘅力量啦，同平衡力咧都有明顯嘅進步。平衡力改善咗，咁咪冇咁容易跌咯。水中運動真係多好處啦。不如我哋聽下參加過嘅長者講下佢哋嘅經驗啦。以前未做水療呢，就右腳呢，佢睇醫生就話佢好壞㗎啦，食止痛藥同埋搽冬青油，暫時止痛咯，嗰啲食咗個胃咯，個胃唔妥咯。行樓梯真係一步步㗎，個腳痛咯，痛你唔可以行得太快啊嘛。以前行得快係唔得㗎，即係譬如我想踎低啊，咁我就係。我好後生都踎唔到，行樓梯都係扶住咯，即係差唔多一步步咁樣上咯。做完水療之後，即係行樓梯冇乜問題，行路都冇乜問題，係好順暢，就可以踎到下。即係而家有時我喺嗰度住咧，行到出旺角、大角咀。油麻地都係咁行出去㗎啦，即係而家冇食藥，又冇搽冬青油，乜都冇用啊！我做完水療去從化嗰度，嗰個山咧都行好多路㗎，即係有斜路又石級啦，即係好多㗎，我都係咁樣行㗎啦，即係行咗冇乜問題咯。有時係成班人啊嘛，咁啊喺水度玩下好開心㗎，但係又最緊要係對身體好啊嘛！李生啊，我哋做水中運動嘅時候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首先，參加者係需要知道自己係咪適合做呢一類型嘅運動。如果患有慢性疾病嘅話呢，係需要先諮詢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嘅意見。以下呢幾類人士呢，就唔適合做㗎啦，包括唔穩定嘅心臟病同埋血壓高。皮膚有傷口或者有傳染病，大便或者小便失禁，仲有怕水等。咩人適合做水中運動嘅呢？
一般嚟講呢，水中運動呢係適合啲有腰啦或者膝痛嘅人做嘅。咁做水中運動嘅時候需要啲咩裝備㗎？其實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呢，係唔需要特定嘅裝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呢，我哋會配合水泡啦、唔同形狀嘅浮板啦，或者阻力板咁樣。如果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呢，最好去一啲有扶手同埋救生員嘅泳池做呢，就最好啦。咁我哋落水之前有啲咩需要注意㗎？我哋需要咧注意個人嘅衛生。落水之前呢，就要沖身。如果咧空肚咧或者飯後咧都唔好落水。做完水中運動嘅時候咧，亦都要沖身。運動之前呢，做5至10分鐘嘅熱身運動咧，就可以減少受傷嘅機會啦。運動之後咧，亦都需要做5至10分鐘嘅緩和運動，但係咧要量力而為。如果唔舒服嘅話，就唔好做啦。天氣凍嘅話，上水嘅時候，我哋需要注意保暖。暖水泳池咧可以係其中一個選擇。我哋仲可以着一啲有保暖功能嘅泳衣啦，或者背心。聽完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嘅講解之後，相信大家對於水中運動已經有咗初步嘅認識，係咪好想落水玩下呢？以下落嚟將會由另外一位嘅物理治療師劉小姐同我哋講解一下水中膝部保健運動嘅做法。佢仲會話俾我哋聽落水之前要準備嘅功夫，大家一齊去睇下。做任何運動都要注意安全。等我哋而家睇下喺水中運動之前要注意啲乜嘢啊！如果喺沖身或者換衫嘅時候會引起腳痛或者企唔穩，安全起見可以坐喺度沖身或者換衫。我哋行去泳池嘅時候，如果着拖鞋嘅話，對拖鞋嘅質地要絕地，鞋底要有防滑坑紋。另外對拖鞋要啱尺碼，仲要小心咁慢慢行去池邊，以免跣倒。不如我哋就睇下以下落嚟嘅示範啦。喺更衣室或者水池周圍嘅地面會比較濕滑，所以一定要小心。如果可以結伴同行，互相照應就比較安全啦。上落樓梯會係大家需要注意嘅地方。如果膝部有痛楚嘅朋友，可以扶住欄杆上落樓梯。另外可以試下兩步同一級嘅原則，即係上樓梯嘅時候，好啲嗰隻腳先上。落樓梯嘅時候，痛啲嗰隻腳先落。情況較為嚴重嘅，就要扶住欄杆之餘，仲要側身上落。同樣要兩步同一級。上樓梯嘅時候，好腳先上；落樓梯嘅時候，痛啲嗰隻腳先落。對於行樓梯有困難嘅朋友，可以選擇一啲有升降機到達池邊嘅泳池。又或者選擇一啲路徑係用斜路代替樓梯嘅，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揾泳池嘅職員幫手，就算行遠啲都冇所謂啦，因為安全第一啦嘛。我哋有落水3法。方法1，我哋可以用池梯，記住上落水嘅時候要雙手扶實池梯嘅扶手，一級一級咁上落，千祈唔好心急，同樣都係兩步一級。落嘅時候，痛啲嗰隻腳先落。方法2，有啲泳池設有斜路或者樓梯嘅落水通道，大家亦可以用頭先提過嘅方法落水。最緊要係側身扶住扶手，一步一步慢慢行。方法3就係用升降椅啦。對上落泳池有困難嘅朋友，可以揾泳池嘅職員幫手，用升降椅上落水。無論點樣都好，為免危險，千祈唔好就咁跳落水啊！